英夫人。有些事，寡人不做，死不瞑目。眼下这事，只好托付于你。你这是何意呀？今日之事，有许多不得已，所以后果难料。因此，寡人必须有所准备。到时候，全靠你拿出这道诏书来平定天下。四弟，眼下，寡人能够信的人，就只有你。倘若这种情形没有发生，那么在你起事之前，就把这道诏书烧了。万一姐姐命薄短寿呢？四弟，四弟，四弟，那大秦就只好听天由命了。大王，你放心吧。大王召见，诸卿大夫、各位公子、各位夫人觐见。父王，父王，长帝之话，恶不为为。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父王，这些年，寡人能够东征西伐，实有赖于娘叔在朝中辅佐于我，兢兢业业，殚精竭虑。大王，你将来作为大秦之主，所思所想，当一切为大秦江山之利。寡人兄弟不多，却能同心，而寡人给你留下10多个兄弟，你能用上几人？同心几人？儿臣当不负父王所托，兄弟同心，供养我大秦国位。寡人也不要你对每个兄弟都能信任依赖。寡人只要你起一个毒誓，在有生之年
不会伤害你一个兄弟的性命。若有违事，天谴之。父王放心，儿臣纵然再不孝，也不会伤及手足性命。儿臣愿在父王面前起誓，有生之年，绝不会出现兄弟相残之事。若有违事，愿受天谴。楚离子，朕在。宣旨。太子大，自天生德，孰达机务，继位为王。诸公子依旨就封，其母可随子前往封地。寡人把太子、把大秦托付给朱清了。臣遵旨。寡人累了，退下吧。大王宣弥八子觐见。你靠前来。大王，寡人一生做事决断，唯有在你和继儿的事情上，处置的拖泥带水，心源不定，以致错过了立继儿为储君的恰当时机。大王，你为秦国的大业呕心沥血，臣妾会尽心照顾好继儿。大王，就不要再为臣妾和继儿的事情焦虑了。寡人从与你相识起，就知道月儿有普通女子没有的胸怀。你虽不系权势，但假若有一日大秦需要芈月扶持，你万万不可以再推辞。此刻寡人就要走了，不知道这十几年里，寡人是否有片刻得到过月儿的真心？大王待月儿
如父如兄，女儿与大王同心同德。到底还是如父如兄。不，大王是别的夫君。还是叫老伯吧，老伯不怪你。果然儿女成群，真要是有你这样的一个女儿多好。可惜寡人要走了。老伯不能走，女儿不让老伯走，老伯不能走。寡人也割舍不下你和姐简易里你的头发给寡人，可好？丫头，好想再陪你一次。女儿愿意等，等到老伯病愈后。此刻，寡人精神好了些。你可愿再为寡人吹一曲啊？
前311年，秦王嬴驷去世，谥号为秦惠文王。秦惠文王在位时，继续了商鞅之法，任用各国人才，占领汉中，收并巴蜀，北扫义渠，使得秦国领土面积骤然扩大数倍。秦惠文王是秦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一代君王。秦惠文王死后，由太子嬴荡继位，史称秦武王。再有几日，新王就会依照先王的遗诏，分封宫里剩下的几位公子。不知继儿会被封到哪儿去？先王在世时，已给继儿做好打算。若不出意外，我们将赴蜀地。既然这样，香儿、慧儿还有木星，自然是要跟我们走的。剩下的人愿意走的一起走。实在有难处不能走的，多散些钱财，让他们各自也有好的去处。这么说，我们也应该尽早收拾行装，免得到时慌手慌脚的。倒也不用慌张。宣诏后，若真要启程，还有10日。再说路途遥远，东西带多了反成累赘。蜀地那边有司马将军和小冉主持，就算缺了什么东西，到那儿再置办也来得及。这几日为了打理先王的后事，会后疲累很了，喝碗绿豆汤解解暑，一会儿早点歇息吧。我只不过勉强尽责罢了。先王死前，待我情义全无，如同路人。我和他只剩下名分了。小的拜见惠后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小的禀报之事过于机密。此时此刻，在我这儿，什么事都算不上机密。惠后大约不知，先王临终前曾经让木间取了一样东西给他。什么东西？有可能是遗诏。说吧。先王病重的时候，小的在承明殿跟着太子一旁侍奉，偶然看见先王临终前曾要木间去拿了一个专装诏书的木盒子。只是一个盒子。木间打开时，小的瞥了一眼，里面装的的确是帛书。什么内容？小的没有看到。此事先王隐瞒惠后，那诏书一定是对惠后和大王不利的。一派胡言！先王是当着众臣的面传位给当儿的，你却说有什么不利于我和大王的诏书？你是想谣言惑众吗？小的敢以性命担保，绝无虚言。惠后息怒，依奴婢看，这冯甲贼奴也许贪图富贵，但不像是有胆量胡编诏谕之人。是，小的对惠后和大王忠心不二，句句是真。那所谓的遗诏，如今在何处？小的不知。你赶紧给我去找，务必要找到。是。
爹，喝碗绿豆汤解解暑吧。等我干完这最后一件差事，也该告老了。以后这宫中就是你们的天下了。干爹，您说哪里的话呀？这宫里头要是没有您坐镇，可怎么得了啊？时移世易，一个下人，这辈子只能侍奉一个真正的主子，侍奉多了，那就里外不是人了。干爹，那您的位子打算让谁来接手啊？这是你应该问的吗？小子，秦宫的换者令不是你想接手就能接手的。干爹，我听说先王曾经留下一份遗诏，您老可知啊？你说什么？遗诏？哎呦！你再敢说一个字，马上从这给我滚出去！您自己刚说过，时移世易。您老以为，如今还是先王在的时候，您是这宫里的头一号呢？大胆！哎呦！你跟你干爹下药。儿子跟干爹学的本事不少，但下药这一手，干爹就要向我学了。干爹别恼，小的若不用这一手，你还不得把儿子给打残喽啊！干爹，这药想解并不难，儿子手里就有解药。但是干爹得告诉儿子，那先王的遗诏到哪儿去了？做梦去吧！既然我的天寿已尽，也该随先王去了。只要您告知那遗诏的去处，儿子必定好好打发您的后事。您辛苦一辈子了，若是能够陪葬惠陵，那是何等的风光；若是尸骨无存，野狼啃咬，那又是何等的凄惨呐！何况这秦宫9等18般刑罚，您也是烂熟于心的。这一招一招的过，只怕干爹这把年纪很难再撑得住喽。您还是说吧。哎呀！儿子，好好给你干爹收拾。大王，老奴随你去了。哎！吃了松筋软骨散，怎么还能动得了剑呢？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龙甲，你们混账的卑主家族！
走！给我找仔细了，不要放过任何角落啊！仔细找。怎么样？小的拜见会后。怎么样了？找到没有？还未曾找到。废物！小会后放心，小的一定能够找到那样东西。先王让穆坚拿的诏书，定是交给了什么人？小的记得，先王单独召见的人只有嬴夫人和芈八子。哎，一定是芈八子，一定是芈八子拿了诏书。行了，都起来吧，不用找。那这诏书，呈诏的人要没了，这诏书还有用吗？他们好狠毒啊！竟然对大街和木心下手，说大街不舍先王，自尽陪葬。可木心呢？大家都看到他腹部有箭伤啊。眼下木心如何了？听说唐夫人看见木心还有一口气，就把他抬回长宁殿了。眼下生死不明。唐夫人平日胆子最小，却是个善人。你们可打听到了继儿的情形？公子季和其他公子一起还在灵堂里守灵。既然太子已经在大王面前发过毒誓了，眼下应当暂时无事。他们若想动继儿，只怕都不用太子动手，就会有一干讨好的小人自行动手。如今我是为你担心，只怕会后是恨死了你呀。芈八子，会后有请。果然，有些人禁不住念叨。会后，会后，这是先王的遗诏，封你儿子为蜀侯，并允许其母随他入蜀。这应该是你一心盼望的去处吧？多谢先王，多谢会后。别谢我，先王为你打算的真是周到。可我不知你是否想要这道遗诏。会后何意？你若真想要，那就拿先王的另一道遗诏来换吧。还有一道遗诏，倘若我有，我何必要藏着掖着？先王又何必要封妻儿为蜀侯呢？我也惶恐，怎么闹出两道遗诏？哪道是真，哪道是假？闹得宫中流言四起。我想，得有一个合适的人选，去先王那儿问个明白。既然先王在临终之前都对你割舍不下，还是你去一趟，较为稳妥。
妹笑话，明明是我看错了你。这些年，我看在姐妹情分上百般谦让，你却次次口是心非的哄骗我。我对你说过的话，句句真心。真心？哼！你说你绝不让公子季与荡儿争储位，我信你了。结果你却以守为攻，推举公子华做太子，想让我们两败俱伤。你说你要去巴蜀，我成全你，你最终却留在了宫中。我既入了秦宫，做主的是大王，并非是我。鬼话连篇！你还说过你绝不侍寝，到头来宫中争宠，谁人争得过你？你明明知道我当日侍寝是因为什么。皇妃来咸阳寻你，你本可以和他走，你为什么不走？还不是为了宫中的荣华，大王的恩宠，甚至什么？我是身不由己。你身不由己，可我却是生不如死。我曾以为我给了你幡然悔悟的机会，我此刻才知道，你毫无悔过之心，反而变本加厉。杀人峰一事，已让你我走到尽头。你为了把我攥在手里，一直不出手我。那些日子，没有人知道我是如何过来的，整日忍气吞声，心惊肉跳。而你呢，最终违背诺言，向先王出手我。幸好先王走得急了些，不然这大秦就废后易楚了，你的孩儿就成了社稷之主了。你想要害人，何须要讲出这些个害人的理由？我就想让你死得明白些。说句良心话，先王去了，我曾想过放你一马，可突兀着又出了道遗诏，你让我实在是无路可走。千万别怪我。反之，换作是妹妹，一定也不会手软。好了，说什么也没用，我会筹办得风风光光的，送你走。既然你要杀我，那你对我的妻儿也不会手软。公子季，你的心头肉天人永隔，骨肉分离，令人恻隐，我感同身受，定会安排妥当，让你们母子早日团聚。新王江山还未坐稳，作为母后，你就大开杀戒，会遭报应的。大秦江山与你再无干系，好好的，准备上路吧。冯甲在，这可是先王要的人，看好了，别出什么意外。是。密八子，请吧。臣拜见惠后。母后，王叔冕里出什么事了？惠后可知，昨日和今日咸阳城内外各路兵马调遣甚急。怎么回事？有魏夫人的儿子公子华的人马，也有魏良人的儿子公子池的人马，更有魏冉的人马。魏冉不是在蜀中平乱吗？身为将领，无照擅自回京，当诛杀。我也是今日才看到巴蜀那边传来的报捷文书，蜀中乱象已平，陈庄、伏诛、司马错和魏冉已立下大功，
魏冉回京是奉司马错之命带兵回来复命的。魏冉回京这么大的事，大王和王叔竟然事先毫无察觉。那文书被张仪扣在手里多日，我今日问他，他说是因先王病重又至驾崩，所以不是要紧的政务就推延递交了。而魏冉说是奉司马错之命，但他日夜兼程，用了不到5日就赶回来了。就算赶回来又怎样？大秦法度森严，他身为带兵之将，难道还敢造反不成？他大约是听说了什么。无把柄，朱公子和魏冉想闹事也闹不起来，但若是有了借口，他们想造反却容易得很呐。以王叔之见，当如何处置？臣听说，会后打算让芈八子、公子季，还有樊长史为先王殉葬。是又如何？此举万万不可。当日，臣曾劝先王，为使大秦国政不生动荡，要保王后、保太子。今日，臣亦斗胆劝会后大王，当以安抚朱公子为上。如何安抚？先王不是下了诏书，分封宫中的朱公子吗？让朱夫人随子就封便是。别人可恕，那芈月与樊长史绝不可恕。母后，勿为妇人之见，坏了大事。我对父王那是发过毒誓的。你懂什么？我正是为你的江山着想。实话告诉你，那道封公子季为蜀侯的诏书已经被我给烧了。我并非睚眦必报之人，但我断断不能让芈月母子占据巴蜀。巴蜀地形险要，更是富庶之地。若让芈月和公子季占据巴蜀，定会尾大不掉。再加上司马错和魏冉撑腰，随时可与朝堂对峙。新王即位，当以稳定为上。会后千万要慎重啊！多谢王叔提醒，我自当深明大义。过去真是小觑了会后，没想到他狠起来，赶尽杀绝，一点不念旧情，还真是让人甘拜下风啊！哼，谁让他们挡了我夫君的道呢？姑母，不知您是否听说，先王临终之时留下了遗诏？遗诏？什么遗诏？说是与王位有关。前几日刚听说那遗诏的流言，姨儿都为姑母捏了一把汗呢。这些年，会后为了我夫君的储君之位，已经走火入魔，好不容易让我夫君坐上了宣誓大殿，如今又冒出了个遗诏之说。若不查出个结果，先王10几个公子的脑袋都危如累卵。幸好后来又传说那遗诏在芈月手中，也就是说这件事只和公子季有关，姨儿这才松了一口气。那芈月的命实在是太好了，他那弟弟赶回来救他了。母后息怒，既不能分封迎继，又不能将他们母子留在咸阳，真让我为难。芈月的命攥在母后手里，母后还不是让她如何便如何了？说起来容易，虽然那芈月的命攥在我手心里，但我却真不能把她如何。母后，昨日接到我父王来信，得知先秦王过世，他便让孩儿转告母后，不要过于哀伤，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。谢你父王惦念。自打前年先王将公子瑶送到魏国为质，去年荡儿迎娶你为太子妃之后，秦魏两国是越走越亲了。母后，您这么一说，倒是提醒孩儿了。
王之诸子，除了分封，还有一职分。你是说两国交质？不知母后以为如何？你是说让他们当质子？我与那芈月都出自楚国，我王兄恨透了他们母子，就送他们去楚国，恐怕不妥。母后，楚国固然是您的母国，但同样也是芈八子的母国。楚国紧邻巴蜀，而魏冉偏偏又是蜀地将领。芈八子的另一个弟弟芈戎也在楚国。如果让他们这些人在巴蜀会合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此话有理。最好有一处地方，有一个人不喜欢芈月，刚好又能听我们调遣。姨儿不说，我还真想不起来。这世上还真有那么一个地方，还真有那么一个人。他何止是不喜欢芈月，简直是不共戴天。就算食其肉，寝其皮，也不能解其心头之怨。你还真是不怕死啊！有人已经自掘坟墓，我只不过是先行一步。可惜呀，你想死，我却不能让你如愿了。一来先王身份何等尊贵，让你陪葬，实在不配；二来有位故人在燕国等你叙旧，我也不好阻拦。你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害人的手段。大王开恩，你将陪同公子季到燕国为质。燕国有孟莹，曾与你交情不错。大公主仁厚，若是她，你定不会把我放到她的手里。封公子至为长陵君，封公子瑾为豫君，封公子辉为蜀侯，封公子少公为丹阳君，公子季入燕国为质。先王的公子他都有胆有谋，分封后还是你大有所为。郑将军说的有道理，和西到巴蜀，天高君王远，的确可以做到。入卿可还有异议主张？先王有10几位公子，兄长个个列土封疆，唯公子季年纪最幼，却要去往冰雪满地的燕国为质，厚此薄彼，难以服众。长子所言甚是。正因为公子季年纪幼小，未立寸功，不好列土封疆。据说先王早有安排，要将巴蜀之地交与公子季打理。张子休得胡说！想那蜀国地大物博，管理起来头绪杂乱，先王怎会将此重任交到一个小孩子手里？更何况，秦燕两国如手如足，此去燕国为质，是嬴稷身为嬴氏子孙的职责。先王生前最疼爱公子季，不分封公子季，反而让他入燕国为质子，这也和先王的遗愿。这质子之事过于突兀，何不缓一缓再做商议？既然是众公子分封，还是不要失了退场才好。
八字此去山高路远，千万照顾好自己和公子。有人一心想要你死，只有活下去才有盼头。雍大人，张子，你们也要好生保重。那是自然。当初你不愿意留在秦宫，看来你是对的。张仪糊涂啊！但是张仪还要等到有朝一日鲁布依仗，迎接芈八子和公子季回朝。到那时，只要张仪还有一口气，一定会尽心竭力来辅佐公子季。千里送君，终有一别。两位就不要再送了。芈八子，公子季，这位是杜锦将军，由他护送你二位入燕。再告诉八子一声，那樊长史割舍不下与先王的情分，已经在宫里上吊自尽了。大王会好好的发送樊长史的。樊长史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呐。走吧，芈八子，小的在这儿祝你一路顺风，诸事顺心。二位大人，小的先回去了。此去燕国，千里迢迢，危难四伏，险阻重重。芈八子和公子季就算是能撑到燕国，一条命也去了半条。怪我，当初真不该劝他留下。祸兮福兮。好了，我也走了。丞相，如今大秦在列国当中如日中天，长子居功至伟，就这么走了，不后悔吗？后悔。侍奉一个刚愎自用、蠢笨无比的君王，是给自己找罪受。更何况，会后是不容我的，说不定眼下正在想着如何取我的性命。你们雍家不一样，雍家是秦国的显族，根基深，一时半刻他不敢碰你。我只是心里还有一件事情搁不下，还想拜托雍公子，长子但说无妨。倘有一日，芈月母子能否极泰来，重回秦国，还望雍氏家族能够沾情故意，助他们母子俩一臂之力。
就像我刚才讲的，但凡有一息尚存，张仪一定回到秦国，共图大业。你答应吗？庸人定不负长子所托。好，那就谢了。走了。车子上官到了吗？是。车马走得这么慢，弄不好天黑时赶不到驿站呢。说是走得慢，可是也不停下来让我们喝水吃东西，也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。会后是存心不想让我们活着到燕国，什么都不让我们带出来。若是身边有些钱财，也好求他们行个方便。看那个杜姐是极不好相处的，光用话求他，只怕无用。恐怕他们也不想要我们即刻就死。那他们要我们什么时候死才甘心啊？我也只是猜测，会后本意该是要将我们母子拨夫削族才好，也不知为何突然变了主意。怎么回事啊？都在车里坐好了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不让你们下车，不许下车。香儿，跟我下去看看。杜将军，出了何事？车轱辘坏了。天色不早了，赶紧找人修理吧。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哪里有人？只能委屈八子了。杜将军，这是何意？难道从未有人告知八子，除了这车马，人的双腿也是用来走路的吗？杜将军该心中有数，车中皆是妇孺老幼，若无车马，能行多远？只怕半夜都到不了驿站。谁说我们要住在驿站？八子真是宫中富贵之人，已经做了质子，还想着宫里的荣华，日日还等着有人好茶好饭的侍奉。走吧，学会风餐露宿是早晚的事儿。哼，刚出了咸阳，就这么急不可待吗？恕臣无礼。八子，乘车而行，想也不要想了，走还是不走？你们质子的衣食住行都由我说了算，老实顺从，两下好说。耍花样滑头，哼，那就需要怪微臣翻脸不认人了。这马鞭子打着你们，就是爬，也要给我爬到进城去。你们几个，把他们从车里给我拖下来！是。公子既是先王之幼子，大王的兄弟，你们谁敢动？大王若真喜欢这个兄弟，也不会送他做质子。你敢？大秦律法严明，质子行凶违法，也可获罪格杀。上！下来！下来！下来！什么人？住手！小冉，将军，将军，哎，将军，将军，哎，将军，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！让他们都放下兵器！放下兵器！放下兵器！别打！将军，将军别打！小冉，你竟然对我姐姐无礼，还要欺负我的外甥，先让你尝尝这把面子，我再砍了你的狗头！饶命！夫人饶命啊！在下也是不得已啊！小冉，你是奉何人之命？究竟让你做些什么？说。宫里只是让我想些办法，
让公子和夫人在路上多吃些苦头。好啊，既然敢做别人的狗，就得做好被宰的准备。哎，糜夫人饶命！糜夫人饶命啊！我也是没有办法。小的家中老的老，小的小，被人挟持，真的是身不由己啊！夫人，小冉，暂且留他一条命吧。把这个狗东西给我押下去。是。哎，谢谢夫人，谢谢将军，谢谢夫人。舅舅，姐儿，舅舅啊，亏得你及时赶到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离开咸阳城之前，他们就把车轱辘上的铁钉卸去了。能走到这儿，已经算是万幸。姐姐，咱们得在天黑之前赶到驿站，在那儿你也可以好好歇歇。可要追上你了，小冉，亏得你当人来了，不然继儿和奎姑他们肯定要吃苦头。自从得知会后要把姐姐和继儿送到燕国去做质子，我就猜到他们会在洛城做手脚，所以一路跟过来。但还是没想到他们这么迫不及待，刚出咸阳1日就凶相毕露。那妒忌，大约也是为了向主子邀功心切。姐姐也要尽快拿定主意，今晚投宿驿站，你我要好好商议下一步该去哪里。去哪儿？去燕国，犹如羊入虎口，在那里还不知道有多少凶险等着姐姐，笃定是去不得。可除了燕国，我们又能去哪里？秦国虽大，却无我们母子立足之地。继儿是秦国派往燕国的质子，出逃到燕国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杀身之罪。我们若如此做，只怕正合了会后的心思。更何况，眼下哪一国肯为了庇护我们而去得罪强秦？大不了就逃了，又如何？只怕那时会后他们也鞭长莫及吧。继儿是先王之子，秦国是他的母国，他的父王还指望他有一日能为母国社稷出力。若成了一名逃犯，那当真是断送了继儿的一切。那我跟姐姐一起去燕国。不，你不能去。姐姐，记着，有你在秦国，想办法立住脚，将来才有姐姐和继儿的归路。我听姐姐的，不过至少我也要送姐姐到赵国边境，穿过赵国，你们就可以平安到达燕国了。会后，人请来了吗？嬴夫人说她身子不适。自从先王过世，嬴夫人的身子就从未好过。是嬴夫人不知好歹。那日我问芈月遗诏的事，她说她不知，我还一直不信，以为她骗我。此刻琢磨，她当时的神情和口气，却不像是作假。这么说，那遗诏与她无关？先王那么偏宠芈月母子，遗诏肯定与他们有关，只是东西不在芈月手里罢了。那会在哪儿呢？此刻谁躲着怕见我，就该在谁那儿。
迎夫人的琴声至色呜咽，雅人听了是高山流水，俗人听了不过是对牛鼓簧罢了。我曾3番5次的派人请夫人到宫中相聚，都被夫人婉拒了。今日我只好亲自来了，从夫人的琴声中听出，夫人的身子果然不适。这琴声忐忑，看来是心病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喊门。会后突然光临我的寒舍，定不是来听我抚琴的吧？之前早想来看望夫人，可知道夫人喜欢肃静，才没能前来打搅。眼下我这大门明明是任人出入，还说什么打搅？听说先王在世时，常来向夫人讨教。今日我也有一事迷惑不解，还望夫人可以指点。讲。不知夫人是否听说，先王临终时曾留下一样东西？先王留下的东西，不都在会后的宫中吗？可这样东西，偏偏落在了迎夫人手中。若真有这种事情，那就说明这东西本不应该你得到。夫人不要糊涂，先王去世前已经立我当儿为王，你我若能和睦相处，我一定好好侍奉夫人，让夫人安富尊荣，颐养天年。可笑，这天下明明是秦人的天下，列祖列宗的眼睛时时刻刻盯着每一个人。淫荡若能管好这江山社稷便罢，若管不好，老天说把他收了，便收了。我可是诚心诚意的来向你示好。我这个人一向是我行我素。好，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我相信夫人不愿意说的秘密，一定会有人愿意告诉我。方甲在，把这宫里的侍女全都押到永巷去。你敢？是。带走。夫人救我！走！快走！夫人，夫人走！救我！走！夫人，夫人，慢着！夫人。会后，会后，张姐，迎夫人，会后大驾光临北郊行宫，真是让人又惊又喜。会后这是来搜宫的。这北郊行宫是先王赐给迎夫人的住处，先王刚走，这迎夫人的住处便被搅得鸡犬不宁。先王地下有知，恐怕会恼怒不安吧。不知会后为何事大动干戈？宫中丢了一样至宝，有人看见是迎夫人的手下拿了，我过来问个究竟。那是什么宝物？有何证据证明此东西在迎夫人这里？道听途说，不足为凭。迎夫人也是微臣的长姐，看在先王的份上，给老臣个面子。车厘子，雍大人，我并不是想为难迎夫人，可迎夫人一心与我作对，还望二位能够劝迎夫人回心转意。我有的是耐心，若这东西真在迎夫人手里，迟早我是会知道的。回宫。既然会后盯上了你，他就不会善罢甘休。不如你我离开此地，暂时避避风头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带我一起离开秦国，逍遥人生？你若愿意，明日便可启程。先王对我有所托付，我要在这里替先王看着淫荡的一举一动，岂能随意离去？你这个人呢？你认识我这么多年了，要想变也难了。好，
那我就在咸阳城里陪着你。姐姐，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。拐过这个山口，前面就是赵国边境。听说你家里还有1妻3妾，2个儿子，3个女儿，还有一个68岁的老母，是吗？将军，这是何意啊？既然你也是奉命行事，我也不想为难你。这次我姐姐遵旨要去燕国，这剩下的路途，还得劳烦您多多照应。将军放心，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你跟我姐姐一起入燕，一路上若是平安无事，大家自然交个朋友；但若是我姐姐或者继儿出了什么意外，你那一家老小……啊，将军，请您放心。姑姑，保重。继儿，切记，前路茫茫，你是母亲身边唯一的男子汉，凡事多为母亲着想。继儿记住了。姐姐，此去千里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小冉，盼着姐姐和继儿早日归秦。小冉，起来。小冉放心，姐姐走了，你和白起留在大齐。遇事要先学会自保，千万不能硬碰硬。有你们在，我和继儿也有份期盼。儿郎们，今日的买卖做得值当，你们没给本王丢人现眼。来吃，喝。大王，咱们这次运气不错，一出手就碰上了几只肥羊。秦王死了，如今秦国上下手忙脚乱，再也顾不上咱们。如果这时候我们不去四处打点秋菜，如何过渡？对，来。大王，大王，你看，天助我也！儿郎们，过来！大王，买卖上门了。杜将军，快到中午了，让大家喝口水，歇歇脚，吃口干粮吧。是，夫人说的对。戎族来袭，大家小心防备。戎族来。我们大王不劫女色，只劫钱财。识相的留下身边钱财，各自走路，免得两下伤了和气。夫人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将军不必大动干戈，他们是妾身的故人，让我前去与他们说说话。你们都在车里坐好了，谁都不许下车。虎威将军，芈月在此有礼了。月公主，几载不见，义渠君又做起旧日买卖了。这草原上的百姓得吃得喝呀，不做生意怎么活？那芈月愿意和义渠君谈笔好生意。好啊！你们在这边等我，我去就来。
们真是有缘。这是赵国土地，你竟敢随意打劫？原来这个地方也是我义渠的地盘，虽说眼下被他们抢去了，但是我义渠人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哎，岳公主怎么会来这儿呢？秦王去世，新王和会后秘书要我和继儿入燕为质子。去燕国？那个地方冰天雪地，鸟都不拉屎。芈月幸运，去燕国已经是死里逃生。那会后芈书不是你亲姐姐吗？秦王尸骨未寒就欺辱你们母子，这个女人的心怎么这么狠毒啊？天不灭我芈月，义渠君不必担心。既然如此，你索性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回义渠，那儿天高云阔，逍遥自在，整个草原任你我驰骋啊！什么会后秦王，见鬼去吧！你们义渠已经对秦称臣，怎可无人管束？既然惠文王死了，那会后为人如此卑劣，干脆我义渠反了。当初我义渠是对惠文王称臣，如今惠文王走了，他会后算个什么东西？敢欺辱岳公主你，我此时没带人杀进咸阳，算他的运气。你犯不上为了我与整个秦国为敌。别人怕秦国，我不怕。